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最近美国因为疫情严重，所以大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，因此线上购物呢就变成我们最好的伙伴。但一般线上购物呢都会比实体店贵上一点，因此呢 Lisa 这次要来给大家推荐这个 Go Cashback 的平台，让大家可以在这个疫情期间一边防疫一边省钱哦。娃娃 TV， 我先来介绍一下 Go Cashback。Go Cashback 呢是美国一个购物返利网，它致力于让用户以最低的花费过最好的生活，所以不管是吃喝玩乐，只要通过 Go Cashback 过去跟他们合作的商家下单呢，就可以获得返利优惠。他们跟很多大牌有名商家都有合作，像是淘宝啊、Macy 啊、Home Depot 啊、GoPro 啊、Uber Eats 啊，甚至连 Adobe 都有合作哦。会员们可以通过 Go Cashback 这个返利网去购物，然后获得返利。只要返利金额呢累积到20块美金呢，就可以以支票、PayPal 或者是 Gift Card 等方式去申请兑换提现哦。我觉得这个提现门槛真的是有够亲民的啦，对于爱网购的朋友们来说呢，一下子就可以达到了。尤其是关注不同时期的活动，选择高返利的商店去购买自己所需的物品。例如 Go Cashback 这次跟美国 Walmart 公司旗下的会员制连锁商店 Sam's Club 有活动，最高返利金额居然高达 12%，12%也就是说帮你打将近88折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你只要注册一个 Go Cashback 的账户，再透过这个 Go Cashback 的网站呢，到 Sam's Club 的网络商店去购物，就可以获得 12% 的返利。也就是说呢，买100块就现赚或现省12块的概念哦。我先为不知道 Sam's Club 的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 ，Sam's Club 是美国一间以仓储式大卖场经营的会员制连锁店，他们主要以高品质、低价格的模式为消费者们提供一些日常民生用品，像是食物、日常用品、文具、家具、家电、电脑、化妆品等等的呢，都可以在 Sam's Club 买得到哦。我家每次出去采购食物啊，家中必需的民生用品，少说没有花个100块是回不了家的。因此，如果搭上这次 Go Cashback 的活动，到 Sam's Club 的网络商店购物，不仅可以避开人群，减少被感染的风险，也可以为自己省下一笔不少的现金哦。其他的呢，也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、自己的购物欲，通过 Go Cashback 的网站找到适合自己并且可以返利的商店及商品。这样一来呢，就可以一边防疫、一边购物、一边赚钱啦，是不是很棒啊？尤其是现在感恩节跟圣诞节都快到了，大家如果使用 Go Cashback 去购买你本来就要买的东西的话呢，那就相当于你比别人买到还要便宜的价格诶。例如你想要买一台任天堂 Switch 好了。同样都是感恩节在 Sam's Club 买，别人买到的价格呢是339.98。虽然在结账的时候你买到的价格跟大家是一样的，但在结账之后呢 ，Go Cashback 呢它会还你40.79，这就相当于你这台 Switch 呢只花了299就买到了耶，是不是很划算啊？大家还不赶快动起来，多多利用 Go Cashback 来为自己省点钱吧。另外呢 ，Go Cashback 的网站呢有中英界面。不管你是要看中文还是要看英文都没有问题。此外呢，他们还有中文客服，如果你有遇到任何困难呢，也不用怕用英文会沟通不良哦。现在 Lisa 又给看到这边的小蛙们呢一点小福利，只要你现在通过 Lisa 影片下方资讯栏里面的专属连接注册，或者是注册的时候呢，输入专属推荐码蛙蛙 WAWA 就可以获得美金8块钱的注册奖励金哦。记得一定要点连接过去，或者是注册的时候呢，输入推荐码蛙蛙才可以获得8块钱的奖励金哦，不然普通注册呢只有5块钱的奖励金而已。
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就说到这里，我是 Lisa。如果你喜欢或者觉得有帮助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加分享。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也不要忘记帮我按下订阅，然后记得打开小铃铛哦。另外 ，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，有兴趣的朋友们呢，也可以去帮我 follow 按一下赞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啦，拜拜。